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9月7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今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认知。针对着金华社案件，台北地检署头一届提审郭文迪，也各位彭真生，要来厘清甲申请金敢有金钱来往对价关系。代替董事会下晡进行票价调整方案讨论，希望这票价会当起35%。不过董事会认为相关的报告无够实证，请推倒登记后会再记。后边荷兰和私人企业做伙投资打造时速会当冲到700公里的欧洲超级高铁，已经伫咧荷兰测试成功。台北地检署侦办金华城案件，今仔日是头一届提审在案的民众党主席郭文迪，也有台北市政府市长彭真生，要来厘清因两个人呢，甲这个维京集团的申请经等人，敢是有金钱来往甲对价关系。另外，针对着这用这类变动，郭文迪敢是拢唔知，或者是敢有违法的指示，这部分也着爱确认。不过，检调伫咧调查这维京集团金流的时阵，发现到一本小铺内面有讲到前台北市长黄大洲，不过伊的太太表示讲，绝对无摕一寡乱七八糟的钱。由法警介护行到警备车，民众党主席郭文迪行伫队伍上后壁，预防羁押第6天查查下到互检方头一摆提审到庭。律师今天有什么对策吗？三名律师先后行伫北检，拢无加做回应，只伫前一天转达郭文迪声明，请检察官伫受案2个月来尽一切调查义务，也会尽力配合。另外，检方侦办专案，除了要厘清郭文迪甲维京集团主席申请经之间，敢是有翻译联络，敢有金流来往，甚至对价关系，搁较要调查市场家长到底是啥物人地。早一步伫早起，互北检提审的，也有前北市副市长彭真生，毕竟为逼出变迁到家长，甲两个人拢有牵连。警方社会用这类变动，客观上敢是合法，官问题敢是有受气，主观上敢是知影，也是有违法指示。专案疑点真侪，彭真生敢是转做污点证钱，互检方做出突破口，也引起关注。有没有可能转污点证？你们有这个打算吗？现在都不方便透露了。金华社案继续烧，今年侦查也无停，查查去约谈。相反，金华社案的北市府公务员已经进行分告案，连续这2天，更加是密集提审，申请经彭真生、郭文迪继续比对供词，找出更加侪事证，厘清案件的真相。除了检方有所行动，申请经律师也到北所入境。不过专案更加逼出维京集团方发现的小破瓦，前台北市长黄大洲也伫名单内。不能这样欧北共啊，那怎么这样子呢？那信口开河乱讲话呢？我们从来不收人家红包的人呢，是人家有送，我们都跟他拒绝了。黄大洲的家后对此严正否认，强调唔爱收过乱七八糟的钱，就算有人送过，也全部回绝。不过，无论安怎，检方全力侦查，要互规个案件愈来愈清楚。记者综合报道。咱先来看这高雄新兴区下晡有一间做新娘衫的店家发生火灾，因为这火势真大，警消人员有一段时间先把这路口封起来，加在店员拢走出来，无人受伤。店家这外墙甲厝尾顶拢已经着火烧，因为这火真大，而且佫有高烟，增加拍火困难度。消防人员赶到现场了后，有先把路口封锁起来，避免民众接近。着火时阵呢，这店内面有3个人随拢走出来，警消初步表示。因去了解了后，这着火原因才有可能是店面外墙的电线烧拍电，才会烧到店面内底入去。高雄检调有查到一间生技公司，讲因卖杀蚊呢，会当改善身躯顶的疤，而且讲这杀蚊会当食，真侪民众就放怪入去加入因的会员，因搁再利用这鸟鼠会手法招民众投资，7年就赚5亿。目前是甲这负责人收押，也那这涉任的干部是25万交保，检警也当咧调查有偌济民众去互因骗去。铁柜包装这粒深色有金箔的纱纹，就是说明会宣传的重点。一粒爱几6000块的纱纹，讲合作洗了会当改善上气，佮讲是全球唯一一粒会使食的纱纹，骗一寡长辈来购买。他们比较厉害的就是可以告诉这些被害人把房子拿去抵押。然后抵押来的钱，他可以拿过来再继续做这些投资，吸引不特定民众投资，再将投资款项汇入凯强生公司所开设的银行账户，
金额高达新台币5亿9千万元。检警发现，负责人姓董的查甫人以及姓林的总监，涉嫌为2017年开始，陆续以生技公司的名义，伫全台湾开说明会，以保证获利，每个月发现金，提供国外旅游这个讲法，吸引民众投资。也捌伫台北、高雄这个所在举办说明会，再个由当地的业务收投资钱了后汇入公司，7年来吸收资金超过5亿。根据了解，顶礼拜5检警捌到生技公司伫凤山高雄营业所所在，下晡去查证，市门连无人回应。厝边讲毋捌听过对方讲过，也是推销相关的产品。现在有寄存证信来给他，嘿，然后刚好放在我家信箱。你啊，神奇！电视上就来报啊，人就做这样去买啊，免伫私底下来推销啊。检方侦办姓董的负责人、姓林的总监，一个公司干部等人，负责人9月红收押，姓林的总监以25万块交保，嘛要扩大清查专案的金流，也甲被害人数。记者综合报道。同款是高雄有一个姓洪的查甫人呢，伊8月初一伫一间日本餐厅，甲人点1000外块的菜色，食咧煞无钱通负担，互依照这早期罪嫌上班。检方也发现讲，伊这款食了无负钱的行为呢，伫南部地区已经真侪届，互判区役，也搁来继续犯案。落尾检方是甲起诉，希望判6个月以上。想袂到这位女性呢，伊死性毋改，起诉了后继续食同款是无立志。查某囡仔摇头表示无钱，这个20多岁姓洪的查某囡仔8月29去高雄一间百汇泰国式餐厅用餐，食煞了后说讲无钱通付。泰式料理店报案，于餐厅消费2272元，用餐后无力付款，依诈欺罪嫌逮捕洪显侦办。查某囡仔互警车载去，根据了解，这毋是头一届。姓洪的查某囡仔8月初一，就捌伫共一间百汇日本式餐厅点火锅、看饭、电炉、饮料，拢总1400外，去互警方上班。无想到月底又搁去泰国式餐厅点做烤肉、咖喱鸡，这餐点超过2000块，搁无钱付。一再犯案，可见被告法治观念薄弱，对法院所判处的拘役处罚予以轻视。侦查中也狡辩否认，犯后态度显然不佳。因此，本署检察官向法院求处6个月以上有期徒刑。姓洪的查某囡仔2年来真侪家伫台南高雄的餐厅食霸王餐，目前有10件判刑确定，1件起诉审理。地诉检方具体求刑，律师嘛提醒，食霸王餐恐惊牵涉到刑法诈欺得利罪。检察官做具体的求刑并不为过。另外，检察官在本案才具体求刑6个月，其实在刑度上，甚至于有的检察官会在求刑上求得更重的刑。如果他个性这样子，很难。餐饮业者认为，动法虽然有吓惊效果，但过对于故意累犯恐惊无效。检方函件具体求刑，除了要互姓洪的查某囡仔好好反省，嘛要避免搁再有无辜的店面受害。记者综合报道。台中市区昨有民众看到一台警察车伫路口要倒弯的时阵，险险去撞到行伫斑马线顶头的民众，加在这个民众是随闪开。台中警方除了会对违规警察开罚单以外，也会行政处分。穿红色顶冠衫的过路人行伫个斑马线当要过车路，这时阵对向一台警察车当要倒弯，但敢若无发现过路人差一点弄到，过路人嘛惊到，伫紧张的时阵，佫想要用手来动车，规个过程拢互其他的民众看到啊。应该是没注意到，或者是车子有那个A 柱的那个问题，对。伫采购早起10点左右，伫个台中市北区的汉口路和陕西路口，这台警察车无让行人，民众甲警方检举，警方讲，除了对这个环境会照违反道交条例来处罚，嘛会来对处行政处分。本分局将加强对所属员警的交通安全教育，应遵守这个慢看停原则。根据台中市警察局的统计，汽机车无让过路人发生事故，第一季1月到3月有227件，第二季4月到6月是192件，看得出趋势是有在降。但是这半年已经造成508个人受伤，而且顶半年度已经处理5025件，再加上14个所在有处理无停让过路人的科技执法，让互过路人的安全更较有保障。共取缔了57件，那因为目前我们路口科技执法的部分，民众其实到这个路口看到有科技执法牌面，都会遵守相关规定，所以这部分取缔的件数也会慢慢减少。这样就是以前没有这样子啊，就是现在有罚款以后，大家就比较会礼让啊。
就算是红灯了，也要看车子有没有过来再走，对吧？这样会比较安全一点。真侪民众讲，透过科技执法和动法，路口的停让虽然是渐渐有效果，但是伫个无处地的路口，依然是定有无让过路人的状况。除了加严法，过路人和驾驶嘛要互相尊重，安全才会当整体来提升。记者综合报道。国道3号径早起发生2站的车祸，这罗南苗栗通宵路段，早起7点外呢，有这沙石仔车去撞到吊车停伫路径的大货车甲大车，造成2个驾驶死亡。另外呢，这上北彰化河美路段有拖拉机、轿车和货车相撞，这轿车是夹伫中，规台车拢变形，这驾驶救出来送病院，犹原救不回来。弄到真大力，这吊碎沙石仔车头也拢密密麻麻，现场是乱糟糟，涂骹也有规大片的汽油。实在早起7点外，国道3号路南苗栗通宵路段146公里处发生这站车祸。迄当时驶来驾驶伊的大货车吊车停伫路径，和拖车的细里驾驶正咧讨论讲要安怎处理，却互后壁的沙石仔车弄着。本案造成大货车拖吊车驾驶李南及营业大货车驾驶赖南共2人死亡。这站事故造成2个人死亡。另外，伫咧国道3号上北194.4公里的所在，彰化河美路段，伫7点外也发生大货车、轿车和拖拉机撞做伙车祸。其中，这轿车和2台大台车夹伫中，严重变形。消防人员出动破坏机具，甲吊伫内面的细林驾驶救出来。不过救出来时阵已经无生命现象。双眼瞳孔放大，右侧的胸口还有右下肢都有开放性的骨折，目前没有自发性的呼吸、心跳，我们正在极力的抢救中。经过抢救，细林的驾驶也是救无回来，也那后壁沙石仔车驾驶也赶紧送上病院。警方初步了解，就可能是迄当时驶伫咧外车道的沙石仔车无注意到头前的状况，才安尼弄起嚟的。一般连接车行驶在外侧车道，疑似驾驶分心未注意车龄状态。碰撞到前方停等的自小客车。这站以外，甲主线的3个车道占掉的，加上是上班时间，后壁塞车是倒接5公里长。警方是开2点外钟才排除现场。2站事故详细原因，警方阁要进一步厘清。记者综合报道。伫新北市沙丁埔有一栋旧的海沙厝公寓，这4楼1户呢，昨昏这个露台天棚阿摩头是规片落落来，喊着负人人，加在是无生命危险。新北市政府今仔有派人去协助调查，认为这户人家厝已经达到停用的标准，也会根据着会勘结果调集技术工会大家来讨论，看敢要来停止使用无。那住户是希望讲会当多间赶紧停起。铁条匝道的啊，这边也有啊，这边是井盖。讲到阳台天棚的空库里规片落落来，铁条拍到伊的手骨，造成手肿起来，手骨也够伤痕，骹腿也乌青。幸运份的人住伫新北沙丁埔一栋老旧海沙屋公寓的4楼，找到伊到阳台闸块时，天棚的空库里突然规片放落来，该讲着伤，好在在上医无大概。我的门的上面塌下来，再下一秒就前标都塌下去，我整个人瘫软在地上。我说我今天该怎么办？很无助，我不知道该找哪一个单位去协助啊。加上这期阳台天棚会安尼，是因为5楼厝边咧整修，才会造成因的阳台崩落。也毋过记者实地去到5楼徛街，如何强调徛街阳台无任何情况，防水顶防护工程拢有做好，想无安怎楼骹厝边会安尼想。当初买自动房子的时候就已经有加盖了，他们也全部整新翻修，地板也都加厚加固加防水。它天花板塌陷，那应该是我们5楼的天花板塌下去啊，关6楼加盖什么事？因为早伫108年住户就找建商协助规个途径，建商想要整合当地150户，但那这个地号就135户，煞有2户无同意途径。另外这个地号15户1户无同意，互途径推动客观，住户拢希望途径赶紧脱离海沙屋的恶梦。经综合评估结果为建议持续列管，之后会依今天勘查结果，再召集相关技师工会研商是否需停止使用。案发了后，新北市府已经派员协助调查，认为这户平价是海沙屋已经达到停用标准，会依据会勘结果调集技术工会研商，敢是爱停止使用。记者综合报道。
车路上这5花10色的磅礴广告，看了目睭是真疲劳。高雄市今年开始取缔这无申请的大型磅礴广告，目前针对11条主要车路取缔74底大型的广告，要求因着爱伫咧期限内面就爱家己拆掉。民众认为讲无统一规范的广告，确实会破坏城市的美观。卖厝、招商，抑阁有活动的广告。高雄的街仔路定看到各种的磅礴广告，毋过即马挂伫咧市区主要道路、高速公路边仔的广告，若是无照规定申请，环保局已经开始取缔。到8月底，因拢总取缔74地违规的磅礴广告，其中有71地拢是租厝卖厝的广告。南亚机关黄少廷伫咧面册答问，即支干打拆租厝卖厝的广告是不是想要暗砍高雄经济发展不好的状况？它要有一定的规格，好，你不能挂个悬挂，会影响到市容，或者影响到交通，或者是脏乱维护的问题。南高商圈需要的不是让环保局拆掉租售的广告，而是透过强力的计划跟招商的作为，让我们的热闹的商圈成为南高雄最美的风景。面对议员的质疑，环保局长表示，取缔违规的广告已经维持要2冬，目前要求违规的广告限期3天内要拆除，若无拆就会处罚。针对市政府要整顿市容、拆除主要道路的违规广告，民众嘛表示应该爱甲规范统一较好。就觉得很丑啊，有些悬挂的都没有统一，然后各式各样的。拆除的话，会针对于我们。看整个这样市容，我会觉得会更好看。但是对于一些有需求的，不管是建设公司、建商，或者是一些有需求的公司都好，对他们而言，他们可能是有这方面的需求，他们需要做广告，所以我觉得这个很难去界定。无照规定申请挂大型的租厝、卖厝或者是破损的广告，环保局会依法处理，违规是罚5000块到5万。若有挂广告的需求，民众一定要提出申请。记者邱昭勇高雄报道。全观众朋友来看到这新闻，讲到后面荷兰政府甲其他的私人企业，因是做伙投资打造时速会当冲到700公里的欧洲超级高铁，伫荷兰已经测试成功啊！因也拍算伫咧2030年开始载人客甲载货，而且也继续伫咧研发这时速会当来到1000公里的超级高铁，希望2050年的时阵会当开始走。欧洲上长的超级高铁时速上悬，会当来到700公里。测试的时阵是以30公里的速度，沿荷兰的北部，伫34个互相连接，大概直径是2.5公尺，总长420公尺的架压，而且真空的滚滚轨道内面完成。成功的迄个时阵，互工作人员拢通过。事实上，后面荷兰和其他的私人企业，早在2017年就有建立欧洲超级高铁的想法，因大量投资伫基础建设和研发的部分，计划伫2030年欧洲就有第一条用来运送乘客和货物用的超级高铁，而且希望在2050年会当打造时速1000公里的超级高铁。若是以即马台湾的高铁上悬的时速是350公里来讲，即马台北到高雄是需要96分钟。若讲时速变做1000公里，等于是近3倍。若是安尼，台北到高雄就干那需要半点钟尔。We are ready for passenger operations by 2030. That has been our roadmap for a long time, and that is still our roadmap today. We are on track. 事实上，会有超级高铁这种概念，是在2013年科技工人马斯克第一摆提出的。马斯克设想的超级高铁是要含轨道去下到初步的状态。另外，嘛是自动驾驶汽车的傍空。马斯克的超级高铁上紧会当以每点钟1223公里的速度，甲乘客载去另外一个城市。亲像是美国的洛杉矶到旧金山，长645公里的路程，赛车要开6点钟，要甲伊缩短到45分钟。而且一座超级高铁的票价是免$100，差不多大票3220块。但是路尾说，因为要改善美国传统基础设施的成本实在伤悬啊，结果失败。马斯克的对手威登航空的创办人布兰森，嘛伫2020年投入开发，而且捌伫瑞发达州来测试，但是大条钱开落啊嘛无明显进展，所以来只好大量裁员，而且2023年甲相关公司拢卖掉，后壁嘛无法度营运，落尾嘛只好关起来。公司新闻新闻部编译。
洪台摩羯扫过越南，造成这30年来上界严重天灾，超过60个人死亡，尤其座桥放弃几落台车泼落水，也有13个人失踪。伫福寿省普通市车正济方舟桥吹到瓦道时阵桥放弃，车乌多摆几落10个人，6个水内面被水冲走，只有几个人被救起来，其他人拢失踪。这座桥悬375公尺，怎么军方要起这座代替便桥？Từ cõi chết trở về, vì lúc mình rơi xuống là mình nghĩ là em thì em không biết bơi, mình rơi xuống mình nghĩ mình sẽ chết rồi. 这是越南30年来拄到上强烈的天灾，北部地区受到严重的破坏。150万户失电，高速公路拢淹水，电信网络断去，几落万幢树仔倒去，真侪基础设施、工业中心拢停落。这间餐厅头家已经了少钱来征收要做生意，怎么拢挥花去？ Cũng không ra, mình có buồn cũng không dám nói, không dám nói là lúc nào cũng nói là mình khổ thế này cũng không được, thì thôi cố gắng, thì mình khắc phục. 每日洪台吹到伫西北部安排省造成大水灾，有一寡所在水淹到1公尺悬，2400多户被疏散到地势较悬的所在。沿海城市有要甲5万人被撤离，包括首都河内在内，北部12个省份的学校停课。公司新闻吴文玲编写。 中共对台湾同款继续是金上，不过美国众议院是通过了台湾冲突协助法案。那准这中共拍台湾，美国的财政部就会甲中国大官好，因伫咧美国的非法资产全部公开，而且确定伊含因厝内面使用这美国金融服务的权利，甲因的伫咧美国的资金全部拢禁起来。 中共军事混大相关台海情势紧张，美国众议院为着协助中共反台，跨党派机关共同提出台湾冲突协助法案，得到无异议通过。一旦中共侵台，美国财政部会当透过公布中国国产伫全球的资产，佮确定应该加紧使用美国金融体系权利，冻结伫美国的资产等措施，就此阻止中国侵略台湾。 这个法案呢，也有助于从经济的层面来遏阻中国犯台的意图。我们还是感谢美国国会持续的是用立法的作为来维持印太区域的和平和稳定。外交部表示，强烈感谢会关注法案后续进展，针对法案连带冻结中国高官主路的美国资产外界解脱，对协助中国高官下脚支持反台力度有帮助。调查理会也乐见美国表达对台海安全的重视。 我们感谢美国这个坚定的民主盟友，透过他们国内法的制定、修正，来强化对台湾的实质支持。我也要提醒民进党政府，友邦的支持不是大内宣的工具，任何两岸跟外交的工作推动，都必须要戒慎恐惧。最忌讳的是炒短线。很乐见美国支持台湾的任何实质的作为，赖政府积极想方法、设法改善两岸的关系，而不是期盼来自他国的协助。 美国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德国传出有意派遣巴登福腾堡号、红蓝甲法兰克福号补给舰两只军舰过中经过台海，引起中共不满。尤其公司记者今年到伫夏威夷，看到巴登福腾堡号参与环太平洋军演，展现德国重视印太区域的威胁。那我们要知道的是，这些船舰经过，它基本上是不太可能在亚太或第一岛链这一带有任何的一个军事，我直接讲就是作战的一个状况，这是很不太机会是不大的。 但是他会透过这样子的一个行动，去达到一种对美国政策的支持。德国国会外委会主席罗斯表态支持德南经过台海，认为这不是假事，而是航会航行自由。学者分析，德国伫美中竞争局面，选择徛伫美国这边，来换美国加强对北约的支持力度。记者综合报道。台湾推动国南国周边129亿要发展。 海巡远洋巡护船的计划，按算10年内要做6只。今仔日早起呢，这海巡署甲台船举行头一只船的开工典礼，按算2年后就要交船。浙江帮的开关企略上定正式动工，海委会海巡署规划伫10年内打造6只新式高纬度远洋巡护船。经过1年的规划设计，车十举行第一只船巡护10号的建设作业动工典礼。可以航行南纬、北纬各55度的广大的范围，涵盖了所有台湾远洋渔业的渔区。最远的渔区，我们透过这6艘造舰计划，我们都可以抵达。
机器当咧测第一块钢板，台湾伫民国111年编列129亿买做筹建海巡万用巡护船的发展计划。第一只高纬度万用巡护船按算2年的做了，预计伫115年8月交船。根据规划，新型巡护船的分做2种船型：海上侦察型甲运输补给型，拢会设置无人机的单射架甲回收架。执法武器呢，它从原来基本的这个机枪呢，升级为我们中科院自己研究的20机炮遥控炮打，所以又增加了模组化的这个货柜设计，所以让我们新型的这个高纬度巡护船呢，可以成为多功能的船舰。新式巡护船的结构甲性能拢有明显的提升，就是要扩大保障渔民的海上作业安全甲公海渔民巡护。现主时海巡直直增加新式船舰，代表台湾各男各做走向新的时代。记者综合报道。最近有风声讲，明年度外岛官兵的预算原价会减少15%，偏误减上济。也那国防部表示，目前是无调整的规划。另外，这军事营区安全维护条例相关的配套，今仔日有预告说明。国防部是搁再强调，若准伫外口翕到伫车路伫咧走的军车，天顶伫咧飞战机，海面上的军舰，这部分是拢无违法的。东炮射击显示国军的战力，为了要强化国防量能，今年开始义务役改做1年的役期。因故依照国防预算书内面显示，外离岛、马尼岛的预算原额减少2000人，其中以偏误为主。所以大家伫咧注意讲，是毋是裁减偏误的兵力？近年来少子化趋势以及社会企业增财等等的因素影响，着审这个现元素以及退补情形之后。下修了114年度志愿役的预算员额，国防部并无编组调整的规划。国防部表示，会甲离岛官兵预算原额减少15%，这是参照113年一男结婚人数分配外离岛比例等综合考虑。刘军也强调，外离岛守备变现比无偏见进行，因那军事营区安全维护条例的配套有过内面说明。外界即马大家伫咧注意讲，若是对路下走的军车加天顶飞的战机，海顶伫咧航行的军舰翕相，是毋是有犯法？不管你是拍战机在空中飞翔，还有在海上航行，在路上的战车都不违反我们这个营区的安全管的规定。国防部强调，袂使翕停伫咧机棚内面的战机，也要注意公营区的管制范围无共款。若是气港报道已经伫这禁止翕相的区域，也袂当翕。因为讲传出讲。各座舰艇的原型舰海坤号停伫咧港口的测试有70项以上无通过，海军是澄清讲，目前停港测试的进度大概是50%到60%，确实有11项缺失要改进，是袂影响明年11个交舰。也证实有7台后续舰将会采取2+3+2的生产顺序，主要是考虑到大船的产能，未保留后续舰存机的综合因素。记者综合报道。代替董事会下晡进行票价调整方案的讨论，代替营运单位是提出3个方案，合理报酬有3%、4%甲5%。营运单位是希望是提这3%的方案。那最后安尼计算起来，这票价就要起35%。不过董事会是认为讲，这报告案针对着票价调整的相关评估资料做不到10层，提登去予营运单位搁再修正，后一届董事会再议。中立火车站人来来去去，多数人拢是使用自动买票机买票，代替票价就要起啊，旅客多数拢是支持的态度。我觉得涨10块钱以内，我都觉得可以接受的。对啊，因为其实就已经是蛮习惯这种模式的。调高个10-20块也没关系吧？原本价格再调高个10-20块也是可以的。代替董事会查查下道，针对票价调整方案进行讨论，当中有合理报酬率3%、4%、5%3方案。为了避免气候上大影响民众权益，营运单位建议以3%方案为优先考虑。换算落来，平均起35.62%，那以这个幅度，计算中立到南港区间车票价会由原先70起到95块，代替公司规划起号会随期日递减，当中票价波动较细。那底度虽然起号较济，也毋过因为通勤旅客使用铁帕斯影响较细，
经过大约4点钟的讨论了后，董事会认为报告欠部分票价调整相关评估资料，甲其他分区比较，参敏感度分析，决议退回营运单位修正。他们做讨论完之后，我们再做进一步的研商。我们希望大家都尽量搭乘大众运输的状况底下，这个票价要是大家能够接受的状态比较好。距离上一次票价调整是将近30年前的事情了。那我想，如果我没有一次涨足的话，台铁有没有下一个30年？这个完全没有人可以保证。台铁产业工会发声，也是希望会当一摆去合作，解决过去台铁因为政绩带来大了钱，也发声增加票箱收入了后，爱变的专款用伫安全改革上。台铁票价调整方案，互董事会退回了后，留点后摆董事会讨论，但通过了后，才会当送交通部审计。由罗志玲、阿北婷记者综合报道。苏花公路伫车背搁再落大雨，这中德到河仁的铁路公路搁再断去。交通部长陈世凯今下晡去视察这苏花公路中德段，也搁有台铁的灾害段。陈世凯表示讲，为着要确保着通行安全，有3个计划正在进行，包括着这山架已经系统。铁公路中建也搁苏花 SOP 疏运计划，未来若总有状况，这3点钟内就要启动疏运。真长的摆列车阵看无位伫倒位，民众伫中德管制站等待下晡3点放车。除了肯定抢修人员的辛劳，也希望政府会当有更加积极的做法。民隧道那一种的我加强一点，安尼来改善交通问题。落雨就放，地当就放。这个真的很痛苦呢。苏花公路侧壁下晡，因为强降雨，中德到河仁区段铁公路捌中断。交通部长陈世凯下晡去视察苏花公路中德段甲台铁灾害段。陈世凯表示，为了保障通行的安全，有3个计划正在进行，包括山坪的预警系统，也有铁公路中建，也加订定花东的标准疏运计划。未来若是有状况，伫3点钟内都要启动疏运。长期来看，我们是希望能够建立蓝色公路的这个通路，让我们大家平常时观光可以来使用。遇到比较天然灾害的时候，需要疏运的时候，我想这些船班对民众来说是会有很大的帮助。因为4月初3强烈地震的影响，国家凯美风台侵袭，中德到河仁段山坪受损真严重。专家讲，崩塌的土石量伤济，无法度用人为的方式处理，更来当听候自然复原，短期无解。无解，这个一定无解，因为这个土石量太大了，而且你现在整个是在边坡上面，所以你没办法用人为方式说，哎呀，我去清它。若是路网中断，想要去花莲，还是离开花莲，拢变得真了时间。空运方面，花莲机场本来每礼拜往回台北、台中、高雄拢总14班，而哪些公路的部分，目前为花莲港到所有港无固定的航班，若拄到陆路运输中断，航港局收到公路局的通知。才会调新大马轮、平湖轮这船只协助海运闭湾机制。选项的部分就是一定要去提供，没有办法只是一个临时的航班之外，有没有一些定期航班的一些可能性？李英雄认为，面对极端气候变化，政府应该提早准备替代交通选择，包括提供有够的定期航班稳定服务，卖当进一步思考交通结合观光的可能性，搭配商业促销方式，为包船开始累积人阵，进一步发展成定期航班。记者综合报道。疾管署公布，顶礼拜走北去门诊急诊的民众有13万人次，是这5年来降低新冠。实际上是以诺罗病毒所引起的走北，也个胃肠炎上济。顶半年呢，这诺罗病毒呢，走北群组有47件含食项蚵仔有牵连。中秋特别到啊，才有可能来到这疫情高峰，一礼拜有15万人次去看诊，提醒观众朋友物件有熟才会当食。中秋节特别来啊！真侪人是准备哪看月娘哪行吧，但是细节莫甲落病毒食落去啊！疾管署监测发现讲，今年顶半年的落病毒，到巴岛的群组通报内面有47件拢含食项蚵仔有关系，是比较早拢较侪。而且今年的流行病毒株对过去定流行的G2.4转做G2.17，占比有60%才侪。为着了后的主要镜头是想要吐含到头顶顶。如果是像婴幼儿或者是老年人，或者是本身是有这个免疫功能低下的患者呢，有可能因为这个腹泻跟呕吐的症状比较严重，而有这个
电解质不平衡，或甚至导致有这个抽搐或死亡的风险。疾管署表示讲 ，G2.17 已经8年无流行啊，加上病毒基因定组，造成遮侪民众无免疫力。今年初伫台北市的溪山里，西门町的粗瓦向热遮食物中毒的案件，病毒检验出来拢是 G2.17。最近4礼拜，老北岛的军事通报有101件创5年同期的新冠，是以餐饮礼俗业上济，检出露病毒占半数以上。如果中秋节过后疫情阁会起嚟，但1礼拜就诊会95万人次。中秋前后，由于这个烤肉、烤海鲜等等这些活动容易导致这个腹泻的风险会上升，所以中秋后的腹泻疫情事实上是会再上升，而且可能上看单周15万人次不可不防。疾管署提醒讲，亲像蚵仔这种有壳的海产，因为过滤海水来掠食，造成病毒量是比适可里的海水悬几十到几千倍。若是无烘好熟毒食落去，有可能会因为安尼感染。建议民众烘蚵仔一定要等甲壳拍开了后。搁继续煮3分到5分到全熟，千万莫想讲莫较熟较好食就随食，避免造成胃肠无爽快，也是感染胃肠炎。记者综合报道。为了要甲这民众介绍讲这盐是安怎拍出来的，州南盐场甲嘉义县政府做伙出版一本册，叫做《盐味台湾》，希望互民众更加了解台湾拍盐的历史。平常时料理煮食的时阵，拢会用盐来调味。盐果会当摕来食物件，是食食文化当中一项普通煞袂当无的材料。为着要互民众了解盐的知识甲运用，嘉义县布袋州南盐场配合嘉义县政府出版一本专门绍介台湾盐的册。做盐的人拢有一个心情，拢有一个想法，应该互大家做伙出来。为什么？因为大家拢做孤单甲寂寞，定定仔做。产量也无大，但是人有一本册会当介绍较侪人，这是一件好的代志。这本册收为作者开码3档的时间，唔但绍介着台湾沿海乡镇较早拍盐的历史，佮有记录台湾即摆也佮有做盐的所在，向大家来分享台湾海区、山区安怎用盐来食食物的习惯。全台湾去采访这种盐的腌制物啊、保存的这种食物。我觉得刚好记录了一寡老食物的故事，然后也记录了这些地方的一寡食材、甲人文的故事。盐的价值，伫阮遮有足侪种的产业，这个产业的价值，唔是干那一个农渔业尔，所以阮透过这本册，要咱互咱的台湾甚至世界会当知影阮这个产业文化的价值。州南盐场的负责人，嘛是这本册作者蔡仲桥表示，因为嘉义县文化局的支持，才会当为嘉义县的布袋做起点，写这本绍介台湾盐的册。希望这本册只是一个开始，会当透过册的内容，互愈来愈侪人来认捌台湾的盐。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新竹古港伫清朝时代是真重要的贸易港口，着这保基团体呢特别带囡仔来到这，透过着台语导览的方式，互更较侪人认捌着过去的历史故事，也佫有在地真丰富的生态。我有一个岛，我有一个岛，伊叫古港岛，西边种番麦，东边种番薯。在地社区团队特别为活动所创作的台语歌，宣传大家认捌古港。新竹头前溪出海口有一个古港岛，在清朝时代是当地真重要的港口。为着让囡仔更加了解当地历史，保基团体特别参社区工作者，透过全台语的方式来了解古港。到着新竹的人，其实足侪人唔知影，咱遮有一个古港岛。咱这个港岛佫是拄好是一个足侪所在中，所以有一种甲大家连起来迄种感觉，我感觉是一个足难得的一个所在。足好耍的，因为平常时咱伫咧市区，可能较罕咧拄着遐侪人甲咱同款，平常时拢甲囡仔讲台湾话，但毋过今日来就较亲切的感觉。除了用全台语导览，团队佫利用水景方式来让大家知影头前溪的水是安怎流对出海口的过程。佮带囡仔来到红树林进行生态导览，了解遮无共款的生态环境，啊，甲囡仔做伙买菜吼饲鸡。阮希望讲会当互台语真正融入咱的生活内面，嘿。啊，其实对台语团的遮个家长来讲，伊嘛是互阮一个机会，会当去学习，会当服务，更较侪无共款的族群。最后，团队佫利用亲手版的恰查某，互囡仔体验饲鸡、体验岛面的一天。大家拢讲透过趣味活泼的方式，唔但会当自然学台语，
把对家己住的所在加一份认同。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创作甘露水的台湾艺术家黄土水1895年伫咧网家出世，伊一世人短短36年就捌入选日本帝典世界。伊虽然受到是日本教育，不过伊总是想要做出有台湾代表性的作品。伊的成就也带动甘水龙陈定波等人去到日本学美术。为了要互民众更加了解黄土水的故事、大地文化，出版台语绘本，希望透过这绘本呢，甲咱无熟悉台湾史捡倒转来。日本时代的台湾艺术家黄土水，伊刻的甘露水伫去年被指定上台湾国宝。今年9月初6，甘露水头一届以国宝的身份伫日本展览。黄土水是头一位伫日本学美术的台湾人。除了甘露水，水句系列嘛是真有代表性的作品。为着要互读者通熟悉伊和伊的创作，大地文化出版台语绘本《寂寞的天才》黄土水。所以这方式嘛，做足侪物件啊，对。伫迄阵的总督府总督嘛，拢足欣赏伊安尼吼。啊，毋过伊无因为安尼袂记家己是台湾人，吼啊，伊伫咧创作的过程当中，伊伫咧找讲啥物物件会当代表台湾，吼啊，尾仔就是水牛，所以咱会当看到伊后期吼足侪甲水牛相关的迄个作品嘛吼。黄土水1895年伫台北网家出世，捌入选日本帝典世界。作者指出，入选帝典对当时台籍的艺术家来讲是真公平的代志。伊的成就嘛，鼓励甘水龙、陈定波等人去日本学美术。绘本的总编辑表示，希望透过这本绘本带动读者对台湾艺术家的兴趣甲认识。我们其实超熟反骨、发疯、割耳朵，我甚至去看过反骨的墓2次。对你就会觉得为什么反正我对我们的前辈这么不熟？那我觉得透过做这一个书，我觉得一起就是也希望就是可以让多一个管道，让其实台湾不管是大人读者或孩子读者都可以更加了解我们的前辈。为着要让读者对黄土水有愈深的了解，出版社也设计报纸专刊，除了推荐相关册单，嘛，让读者分享做这个绘本的本身。作者表示，黄土水这个绘本是以日本时代台湾人物系列绘本的第2本，打算要出3本，让大家了解过去台湾各领域出场的人物。记者卢尚如、郑俊尧台北报道。台湾历史博物馆即阵当咧推测听海影特点，主要是咧讲二战时期台湾正做日本殖民地历史故事。这回展览是和公司合作，呈现真侪听海影这出戏内面的道具甲历史资料，就当对这戏剧行到展览，认捌到这段历史。日本正领报道手当时请训练师甲抢派大型的影录机，协助政府建设军用设施，不过老久抢未砍一操劳死去，换胡了接落做，这是听海影的戏剧片段，呈现出战争时代的艰苦。公共电视参台湾历史博物馆头家合作办这个特点，让大家通理解剧情背后真正的二战时期的历史。另外，这嘛用拍戏的器具打造真正实的情景。看完之后，你就会再更审视现在自己的生活环境，其实是真的蛮好的。对啊，你不用去面临这样子的人性纠葛。一方面是展现本馆归2次大战的相关的收藏跟文物，那另外一方面又是呈现听海勇剧组非常用心所制作的这些道具，而且是可以跟观众互动的这样一个方式，让大家能够重新回到那个时候的历史现场。公司适当时间制作这出《听海影》，正做台湾头一部二战的时代剧。那展览分成3个主题，你讲二战时期日本殖民地台湾参台湾人当中，有的爱去海外战争的状况。战争结束，大家煞有无共的命运，至少回去厝内安稳过日，嘛正做这台湾人上大的愿望。在龟田副指挥官的命令之下，要去好好教训那2个逃跑的俘虏。我觉得那一场让我印象非常的深刻，因为这是德仔他心情转变一个最明显的一个地方。这段的历史，它很值得去探讨，也可以触动国人的省思。就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有一个主创团队提了案，大家就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可以去拍成戏剧的故事，所以今天有了这样的一个作品。伫等到明年6月初8，明年嘛拄好是二战结束的80周年。台湾历史博物馆讲，嘛透过这个展览，让大家有一个公共讨论的机会。记者上台南采访报道。
日本正重要的艺术活动日本幕艺术节也伫9月底起过，这摆特别设置焦点台湾的主题，特别是台湾是国际上唯一有参加日本幕艺术节的国家。文化部长李婉就表示，日本对台湾的文化艺术拢真有兴趣，伊也认为讲，即马是用文化甲日本交流的好时机。一位传统的台湾女性，因为失去后生，伫庙口埕起痟跋杯求神灵的安慰。这是台湾舞团为着日本幕艺术节夜所准备的表演。日本幕艺术节夜是日本每档拢会举办的活动，一定办13档啊。这届日本特别设置焦点台湾的单元，展现出台湾日本之间的好关系。更较特别的是，台湾嘛是国际上唯一有参加日本幕艺术节夜的国家。在今年更是有创新的著作，创设了聚集特定国家和地区的计划，让 focus， 而台湾就是被选为第一个聚集的对象。除了日本的幕艺术节夜，会当看到台湾艺术家黄土水的重要作品《甘露水》。顶日仔嘛以国宝的身份头届去日本，伫东京艺术大学展览。文化部长李婉嘛亲身到日本，伊表示日本目前对台湾的文化、艺术、人情味拢有真大兴趣。伊认为现在是一个用文化甲日本交流的好时机。我这次去日本的感觉就是，日本开始对我们的每一个产业的作品都产生兴趣，所以我们很容易跟他们达成一个像六本木艺术之夜这样子，用台湾作为一个焦点主题来做。台湾伫巴黎文化奥运嘛，成功用台湾文化，互世界看见台湾。如今日本幕艺术节也阁有7组的台湾艺术家，会结合台湾的庙埕文化、槟榔西施、百家将、布袋戏红仔，来展现出台湾的文化特色，互日本民众对文化来认识台湾。记者陈阿选、谢桂林台北报道。国立传统艺术中心逐年拢会举办成功新秀舞台，今年已经是第8届咯。这个活动逐年拢会邀请戏剧界少年演员来表演，互观众看到传统戏剧的艺术，老一辈师傅安怎传承予少年人，看到这传统艺术安怎生传。当咧舞台顶播歌戏出的是新生代戏剧演员郭元如。伫文化部文资局无形文化资产保存计划之下，伊对国宝级的歌戏演员陈凤贵、小美老师学戏，教达已经5年。通常做跳啊，就是拢做迄个甘草人物啦。你是安尼美感尔啦？嘿啊，迄美感若无够吼，你观众就袂爱笑嘛。你用比一句话啊，我爱你，我爱你，不一样啊。小美老师甲郭元如拢讲，欢喜美感真济，每个动作、每一句话，若姿势。口气小可无同，观众的理解又在差真济。大家艺生参师傅学戏拢真认真。国立传统艺术中心当年也会举办成功新秀舞台，传出戏剧新秀演员表演。今年有14个新秀演员欢喜予观众看，展现新生代的材料。阮当然希望讲，愈做愈。这各种当礼拜，互大家当看到讲，咱的台湾的戏曲是遮尔丰富，遮尔多元，毋是讲咱习惯看到讲歌啊、客人啊这样尔嘛。咱嘛是有一寡像北管、像乱弹这样，其实伊嘛是还搁咧生存。成功新秀舞台今年行到第8届，除了要互观众看到戏剧前辈安怎传承功夫，互新生代演员，这摆也有真罕你看的乱弹戏、北管戏剧等等，展现台湾戏剧环境等咧多元发展，伫新时代继续传承。记者郭林玉凯台北报道。来看澳洲的塔斯马尼亚州呢，有一间保险公司允准员工带厝内面的狗仔来上班，带来公司唔有做一张公司证件给狗仔，有专家表示讲，这动物盘会当提悬生产销售压力哦。澳洲总人口2700万，宠物的数量挖近2900万只，是全球饲宠物的比率上悬的国家之一。为了让员工无后顾之忧，安心上班，伫塔斯马尼亚州的保险公司 RECT， 真侪年前就允准员工带狗仔上班，一日开始一礼拜敢若拜5日工，即嘛是一礼拜5工，每一个上班日拢会使。
seeing everyone's faces light up when the dog walks around the call centre and they can all reach out and give her a little pat, and it clearly makes people's day. 甲主人同款，同时间上下班的听不见，伫公司有专属的识别证，甚至还阁排班表，通避免同一层楼同时间到啊伤济。民间慈善团体欧洲伴侣动物网络提倡互宠物进入工作场所，讲有证据显示，这个适合朋友有助提升生产力，疏解压力。It's proven that it decreases stress in the workplace, increases productivity, it retains staff, it brings joy to the staff, it causes a greater collaborative working space for people. And as an employer, we're really focused on employee well-being, employee engagement, and we just saw this as a great thing to try and see how it went. And it went absolutely gangbusters. 不过专家提醒，唔是所有动物拢适合进入工作场所。举一个例来讲，可能会加电线的土啊，因为安全的区域都无适合。地水间甲实验室，这有可能放化学物品的所在，上好嘛设立做宠物的禁止区。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英国的卡伊德王妃呢，今年3月宣布伊有癌症，昨夜透过社群媒体发布影片，讲伊的化疗已经做煞。虽然离这恢复健康，佫需要继续打拼，不过伊也真期待会当出来参加活动。有英国民众是真肯定，认为讲伊这款的做法和老一end的方式是真无共款。As the summer comes to an end, I cannot tell you what a relief it is to have finally completed my chemotherapy treatment. 伫社群媒体播影片，英国凯特王妃今年3月着癌了治疗，即马宣布已经结束化疗的疗程。伊甲翁婿威廉王子抑个3个囡仔翕生活影片，伊家己配音，甲大家讲，伫咧过去9个月对因规家伙仔来讲是真困难的日子，即马要注意莫互癌症搁转来。Although I have finished chemotherapy, my path to healing and full recovery is long. And I must continue to take each day as it comes. I am, however, looking forward to being back at work and undertaking a few more public engagements in the coming months when I can. 甲以前王室发的新闻各方嘅完全无同。BBC 讲，这个影片顶个月伫咧诺福克郡翕，对因穿嘅衫会让知影，唔那是翕一遍。英国嘅民众拢欢喜听到这个消息，也拢认为发布这部影片嘅做法，甲之前王室古早派做法完全无同。It's unusual to see the royal family do something like that, so it's quite nice because it's obviously the younger generation of the royals is different to the older generation of the royals, so I think it's quite nice that they can do something like that. Or they feel they can do something like that because I think years ago the royal family didn't do that sort of thing. 英国王室真正是国王查尔斯3世着癌，经过治疗，今年4月恢复公开活动。而即马凯特王妃也宣布结束化疗的疗程，也互进前王室不足的心情，即马有加较好。公司新闻张伟林、吴其昌编辑。最近天气一变化，明仔载气象咱做回来详细看。基隆、台北、桃园、新竹对26度到36度；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对25度到34度；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对26度到35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6度到34度。平湖、金门、马祖对26度到33度。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新闻，我是嘉豪，明仔载暗时7点咱再相会。